嫲嫲行到另外一間度買土家煎肉餅，一個餅入邊有兩個肉，有豬肉同埋牛肉，不過又係要排隊，6蚊一個咋。嫲嫲柯打咗一個，又要等10分鐘。隔離有間客家釀豆腐同埋手抓餅嘅，我想食客家釀豆腐啊！手抓餅又係即叫即做，12蚊一個咋，又係好多人等嘅，仲有好多種口味俾你揀添啊！呢度啲人好 nice 嘅，問佢可唔可以影片，佢話可以嘅，個個都係咁講嘅，所以我影到好多俾大家睇下啦。記得訂閱、分享同埋讚好啊！拜拜。